呢度1970年落成，總共有5座大廈連成一體，住咗2000幾年。2014年就有2批機械人喺呢度打到溶溶爛爛，但係冇人要疏散。呢度就係鰂魚涌海山樓。自從變形金剛4喺呢度取景拍攝之後，變成咗全世界嘅遊客打卡熱點，仲幫佢改咗個名叫做怪獸大廈添。我路過呢度，見到環境有啲壓迫，對遊客嚟講，佢哋覺得呢度充滿生命力。你又睇到啲咩呢？我係優座，路上見。